煙火氣咧，從一個早餐開始。今日格子嘅第二日，佢食幾個早餐，搭山腳雞咯。我要去那個海濱路那個郵政銀行那裡，多少錢啊？10塊啊？10塊，2個人10塊。好，師傅上演小巷漂移，佢同我哋格子嘅摩托車。哇！有呢啲雜雜嘅巷仔裏邊咧，呢啲人哋喺度辦事啊，睇到呢啲咁嘅牌咧，注意下呢條巷唔行唔到啦。佢隻心臟都跳一下嘅。以前咧嚟到格子咧，最好嘅交通工具就係山腳雞，諗唔到而家仲有得坐。呢一個鎮好大嘅。哎呀！仲記唔記得上次60蚊嘅搭摩托車冇啊？10塊錢啊！好，謝謝師傅。10蚊嘅山腳雞，等到我真係馬上就醒咗啦。就郵儲銀行，這邊先食一個快快脆，冇噶啦。食翻個唔一樣嘅豆腐花。還有沒有？沒有了。沒有啦。沒有了。一碗都沒有啦。是啊。打開看看。那個吃給你吃了，是不是啊？對啊。你看完了。久了，起床太晚了，拜拜。接下來試試，我給他收夠了。收夠了，我做多一點。謝謝嚇。呢碗豆腐花到底有咩特別咧？佢就係啲料灑上有花生碎，有啲咩薑嗰啲嘢啊。今日我哋見唔到啦，係咁嘅啦。怪我瞓到懶覺。今日一年有好多檔嘅嚇。馬老闆，沒有零錢啊，不好意思。給。現在很少賺零錢，稍等哈。好彩我哋攝影師有散紙。來，發財哈！發財。應該說身體健康就好了，發什麼財？真係冇瞓醒。豬血湯還有沒有？有。幫我先來一碗。這裡吃打包。這裡吃。多少錢？5塊。珍珠血吧，這是。真的，早上我自己去接的，我賣了20幾年了。微信收卡。20幾年才賣1塊錢一碗。以前1塊錢一碗。20幾年才1塊。哦，這裡還有豬血咧。哇，好香嘅啲胡椒粉啲味道已經飄上嚟啦，下邊呢度。醒神啦，一啖早飲碗豬紅湯，20幾年前就有嘅店，講明咧呢啲就係格子人嘅日常早餐，就係咁嘅路邊攤。你睇人哋一講呢啲海陸豐，以前聽到就聞風喪膽喎，但係我覺得呢度啲人，我又覺得佢哋幾好啊，好熱情啊。哇，暖粒粒喺度食呢個，好香嘅葱油，淡淡地嘅胡椒粉。啱啱漂移入灣嗰啲定晒，一碗其實好大碗嘅。佢食落去嘅時候咧，佢唔係嗰種好滑好嫩嗰種豬紅。反而咧，可能呢種就係佢呢度嘅特色嚟嘅。唔係因為我仲要食早餐啊，再嚟一碗5蚊嘅豬紅。其實呢度咧，你自己發掘下，好多各種各樣唔同嘅小食嘅。啊？聽不懂咧。一個散碗5塊錢，5塊錢啊？什麼東西？散碗。哦。我哋攝影師話冇得1蚊，其實正常俾1蚊俾2蚊好啦，俾20蚊真係俾人鬧㗎。豬肉湯，就豬肉粿條是吧？豬雜。粿條有麵條。哦。豬雜。開多少年了？開了到現在為止35年。35年。之前是我爸在做的。哦。現在是我做。哦。他退休了。裡面那個是什麼菜？有珍珠菜，有西洋菜，有白菜。多少錢一碗？有10塊、15、20。有粿條的，一個沒粿條的。好，2份。對。好。全部係呢啲新鮮嘅豬紅豬雜，呢度配啲青菜。這一份是多少肉啊？大概多重啊？3兩左右。3兩左右，樣樣都有，真係好打份啊！這個營養早餐啊。好，我都有紫菜有粿條的，所以啱啱知道點解唔食多其他早餐多啲嗬？呢碗嘢咁大一碗，咁多嘅豬雜、紫菜、雞蛋，其他嘅青菜加上下邊嘅粿條。呢度格東嘅紫菜一樣好出名嘅喎，主要瘦肉、
今日除咗個豆花園未錯過，呢度呢兩家都係呢種20-30年嘅老字號。我幫攝影師點嘅呢碗，哇，好滿足啊，好滿足啊！一大早飲翻個豬雜湯，佢呢啲全部係啲好鬼新鮮嘅肉現切出嚟嘅，人哋俾呢啲料咧一啲都唔馬虎嘅喎，豬板筋，一個睇起身嚟唔上眼個豬雜湯，但係咧就係格子人日常嘅呢個早餐嚟嘅。一天能賣多少碗啊？一天平時的話100-200碗。100-200碗。100-200碗，對。如果是後台的時候就300-400。老牌豬肉湯30蚊，而家咧繼續我哋嘅三腳雞翻去，去金豪酒店。好。多少錢兩個人？15塊好了，15塊。我過來才10塊錢。有可以啊，試一下10塊錢啊！10塊錢。我過來才10塊錢，我給你看，剛剛才付過的。好啦，上。啊。加油！啊，呢個位置，你揸車你都唔知道咁窄嘅，啱啱好車位嘅位置，你揀唔揀過？哇！厲害！這個老頭又快啊！哇！又係咁窄嘅，你師傅真係叻。到處都係呢啲小巷仔，呢啲師傅真係太熟悉呢啲路啦，邊度應該快，邊度應該慢，邊度有個棘，又入巷啦。哎呦！啱食落去嘅兩碗嘢，唔知會唔會突出嚟咧？真係橫衝直撞嘅，紅綠燈都唔使停嘅，睇到唔大。到啦，謝謝，付過啦。到了。老闆發財，10蚊。